科比跟准配去大家好，不要漱口，高高讲好不好？应该很民主，今天民主来到在惯系的楼盖，我们要来出任务喽，要来教大家讲客家话。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准备了好多的，你看灯炉要来送给大家。现在呢，就跟着明珠一起来去教大家讲好不好？现在呢，我已经找到小朋友要跟我们一起来挑战讲客家话喽。来，小朋友，你准备好吗？好了。准备好后，把骰子送给你。请你选一下，你的幸运号码是2。恭喜你选到2号题目，这很简单吗？请问关西的名产是什么？那个仙草。客家人的经典传统服饰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中文。蓝山。对，蓝山。蓝山的客家话就叫做蓝山。蓝山。没错，你很厉害耶！你有没有在学校读书？有吼。那你知道学习的客家话怎么说吗？你说吼，对，就有没有像着吼吼吼，好像在喝气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挑战第2个礼物，请问你知不知道有趣的客家话怎么说？不知道，那今天再教你挑战哦，叫做神奇。神奇100分，好厉害，越来越有信心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呢很简单，叫做学客语，好简单，就是好哈会东点蛋，好啊对，东简蛋，好厉害哟 ！Go go go， 哈会，拜拜 ！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哇哦，今天呢我们出任务赛是成功了。谢谢这么多大朋友小朋友支持我们一起来学客家话。当然哦，其实学客家话其实是蛮简单的，只要大家快乐学习，就会进步神速了。我们认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，看看你记不记得哦。来看到第一个就是学习，吼吼。第2个呢就是有趣，神奇，神奇。第3个，我们来学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就是学客语好简单，好哈会动简单，好哈会动简单。其实啊，好哈会整劲动简单哦，只要你乐在学习当中，就会进步神速了。干巴得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